来看台南有一个定伫各地庙会演出的团体，红白讲团长10月当前涉嫌性侵、性骚扰团员，嘛包括未成年的人哦。早起受害者出面指控，因讲要透过司法来讨回公道。他就真的手伸过来，然后把我裤子脱下来，想起家己伫国高中阶段，互信任的教练性骚扰，就算过10几20年，受害者依然是口甲目屎飞袂离。他担心他的小孩受到伤害，我们那时候也是小孩啊，我们直到20年后才敢站出来。成功诱奸我之后，他送了我一些礼物，分几次还给我，好用这种性交易的方式，20年到现在，我活着跟死了没有两样。几个受害者学生时期拢捌甲台南一间艺术团的团长姓朱的武术教练上过课，啊，不过教练捌用甲方心术做理由，对受害者 A 无其性行为性侵自杀。佮单独将受害者伊再去空旷山区压制，但学生脱身，教练互伊封嘴的钱，学生退行了后求助其他老师，所拢无消息。另外，受害者 W 是互教练用整骨做理由摸身体，照理由改进，种种恶行一直到今年MeToo事件的滚价，因才敢发声。关于刑法诠释性侵罪的现行规定，我们也认为这个刑度不应该比一般的性侵罪刑度还要轻。司法要不要办？要不要成为这些受害者最有力的力量？在补助制度里面，以及在申诉制度里面，目前在体制内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检视跟监督。人本教育基金会甲2个委员陪几位受害者学生开记者会控诉恶行，各呼吁刑法宽刑性侵罪行应该进行调整。转接语音信箱，多声后开始计费。另外，被指控这团长手机也无接通，只有7月份的声明稿来澄清，部分教下动作和学生认为是性骚扰，会经过适当的调解机构对其发解无共款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